屏东万丹乡的溪边有发现到蛞蝓，农业处委托专家用鸡腿来甲成，成功有掠到这只2公尺长的蛞蝓。伫咧约旦河西岸的半岛电视台分析，去互以色列的军队弄入去，讲因支持恐怖主义，下令就要关台45天。伊朗东部一搭炭坑传出甲烷爆炸，至少造成51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也佫有真侪人受困伫内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受到风台甲风面的影响，这2天伫咧韩国釜山的雨量是创下9月新冠纪录。南部地区有900多人紧急疏散。因为伫咧日本的伶仃半岛，毋但做大水，也佫发生水崩山，目前已经造成6个人死亡，超过10个人失踪。伫咧轮岛市甲涿州市，这雨量拢是9月平均的2倍多。雨水流来了，甲规个路拢砍掉去。日本石川县轮岛市市区的龟仔路做大水，对空白画面看落去，龟仔路变做溪，水阁正错流，水淹到半个脸仔才悬，规涂骹拢落过霉，土石流也甲厝冲海去。ずっと読んでらっしゃっては、どこにおるかどこにおるかって言って読んどったけど、何もダメやったって、何も返答なかったって。救护方面来，佮加上风台葡萄霜带来正百的水汽。石川县伶仃半岛大雨落袂停，市区做大水，造成民众死亡加失踪。根据统计，轮岛市伫咧48点钟久内落要甲500毫米的雨，涿州市也观测到要甲400毫米的雨，拢是9月平均降雨量的2倍较低，两项拢创日本观测史上的新高。昨日の朝8時半ぐらいかな、市内を穴水町からこの輪島の私の家の方に走っていたら、急にこの30分ぐらいですごい水が増して、車の半分ぐらいが埋まるような水になってきて。石川县伶仃半岛今年初才发生规模7.6的强烈地震，这么高拄到大雨的侵袭，和轮岛甲涿州变做重灾区。日本气象厅也叫伫石川县，一个共款伫咧沿海的深海习惯的居民，伫8月中昼进前要保持高度警戒，以免大雨造成进一步的灾害。公视新闻张伟林编辑。屏东县农业处接到民众的通报，讲伫咧万丹乡的溪边有发现到蛞蝓。农业处委托专家用鸡腿来甲成，成功掠到这只2公尺长、54公斤重的蛞蝓。专家表示，敢若看到这只蛞蝓，毋是风声咧讲的5只。不过农业处嘛提醒民众要注意，若果发现到蛞蝓，要赶紧通报。屏东县一个蛞蝓出现，则是有民众通报有蛞蝓藏伫屏东万丹乡河堤轮顶半花1号桥骹，县府农业处委请专家来掠。这鸡仔福一喙拢规拢无，当然是惊啦，哪袂惊？大家做事情就安尼听尔。我们发现之后，因为有攻击性，所以我们才试着用买生鸡腿把它做引诱。有关府农业处委托的掠蛞蝓的专家讲，详细查看，只敢发现这只蛞蝓临时传出的5只，经过检视了，发现这只蛞蝓是目镜开门蛞蝓。经过3小时的努力之后呢，有捕获了这只鳄鱼，长呢有207公分，体重54公斤。农业处这边也再次呼吁民众如果在野外看到这种具攻击性的野生动物，一定不要强制自行处理。有专家讲，这种蛞蝓是原来种的，伫蛞蝓的种类内底体型算无大，大概会使大到1.5公尺到2.5公尺左右。种除了蛞蝓养殖户的引进，除了饲来食以外，也有民众会甲伊饲来佚佗。养殖业者他们可以建好一些防止脱逃的一些设备，有良好的管理，这样就可以避免养殖的眼睛凯门外溢。温驯而且偏胆小的物种，通常是看到人会躲在水域里面，对他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原则上，我们如果有看到鳄鱼，第一件事情就是离开水域。过去早伫2006年的6.12水灾，屏东县北发生养殖场的目镜开门蛞蝓流入东港溪，是毋是到即阵拢还未工作，无到证实。也毋过屏东县农业处呼吁讲，民众若是有发现蛞蝓，爱协助来通报，莫动手去掠，避免危险。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捷运有一个副站长，这个月11暗时对四位国小站要坐车去上班，结果煞伫咧电楼腿昏倒，送医急救几若天，有关是不幸过身。即阵就有议员甲员工出来质疑，台中捷运因为进前的攻击案，甲保全人力全部拢调去车厢，煞无保车站内底人力无人咧巡视，才会无伫咧第一时间发现到副站长昏去。这名细科的副站长11暗准备为4位国小站坐车去文心英会站上班，却伫手扶梯顶昏倒。3分钟了后，指挥民众发现，赶紧呼叫站长来到相共。这名细科副站长几工了后宣告死亡。议员质疑是因为人力调度出问题，造成倒伫涂骹系统时无人发现。这人员调度上面是哪里发生的事情，才把人调到哪里去，这是不对的。这应该是要补齐站内人员不足的问题。每次一发生事情，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当作耳边风。也有中捷员工质疑，中捷是因为将保全调去车厢执勤，才会无及时发现救袂回来细科副站长的性命。中捷说明，这位副站长是去上班的时阵昏倒，专列予伊协助治疗。虽然甲人力配置无关系，也毋过会检讨勤务配置，将积极来检讨保全与站务人力勤务之安排，也逐步增加车站服务人力，加强旅客之服务。中捷强调，下伊实际状况一步一步增加车站服务增权。也毋过，乘客认为现阶段中捷运量无悬，无增加人力的必要。目前看起来，因为大部分都是自动化的作业在进行啊，像我们进来不需要人协助啊，对啊，所以现况来讲，我觉得还好。乘客又不多，然后他们就在这边好像一直在很热心的要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是社会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中捷也表示，以目前现况来讲，无人力值力也是欠的问题，也毋过也会针对各站随时检讨来加强旅客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黎巴嫩的真主党伫咧发生通信设备爆炸案，也有攻击案了后，即阵是展开报复，对以色列的北部发射上百粒的飞子弹。也若以色列嘛有锁定黎巴嫩境内150外个真主党的目标，出动空军数十架战机来发动攻击，至少造成一个民众死亡。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飞机弹落伫咧以色列北部海法地区的城区，这是真主党为着要保护以色列最近对着黎巴嫩连续用 BB 库对讲机引爆攻击，也个伫咧黎巴嫩几多个地区发动攻击，造成包括资深将领阿齐尔，也个妇女囡仔在内真侪重大死伤的事件。真主党讲，以色列针对的目标拢失败，因过去3天的攻击要互以色列日子歹过。لقد دخلنا في مرحلة جديدة عنوانها معركة الحساب المفتوح。真主党讲，因拍的是军事目标，这个攻击互真侪人疯狂闪避找所在位。以色列军方讲，自21礼拜暗到22礼拜早起，差不多150粒飞弹弹的攻击是对着平民大的所在，攻击大部分拢是来自黎巴嫩境内。יש לנו מטרה להחזיר את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ל בתיהם בביטחון。虽然国际社会希望双方拢退让一步，不过两边拢伫咧利利威胁要加强跨境攻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伫咧约旦河西岸属于巴勒斯坦范围内底半岛电视台分社去互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军队弄入去，讲因支持恐怖主义，下令要关台45天。分社就指控以色列违反26个协议内底区域主权的规定，而且嘛是危害到大众知影的权利。也一间总部是伫咧卡达的半岛电视台，是阿拉伯地区头一间的民营新闻台。全世界拢总有25个记者站，互人讲是影响力上大的阿拉伯媒体。即马伫咧东耶路撒冷，也有约旦河西岸的分社，拢去互以色列的军队弄入去下令关台。半岛电视台就批评讲，这是咧打压新闻自由。伫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按照奥斯陆协议的规定，是隶属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管辖范围。而是透早，以色列军队规大阵封锁半岛电视台大楼4周围的街路，全身武装的士兵破坏办公室入口，强强走入去。半岛电视台的分社主任欧马利随开机，甲规个经过拢用摄影机录起来。
نغلق ونسكر يعني؟ ايه معنا كمان؟ طيب ماشي، معنا 10 دقائق، قديش معنا وقت؟ بنجيب بس شنطين يعني، احنا مضطرين المغادرة في هذه الأثناء.以色列士兵摕一份反映裁定文件，查扣办公室内底的文件甲设备，要求所有人拢爱撤离，佮下令电视台关45天。纳坦雅胡政府今年5月也用同款的手段，爱半岛设伫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室关45天。今年已经4届点延，不过这无影响半岛伫西方也是加沙两地的播出。持续报道以巴的冲突，半岛指控以军的做法，毋但违反奥斯陆协议区域主权划分的规定，佮公开危害大众的权利，目的是为了要让外界看到加沙战争甲占领区的真相。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对这代志表达正式的关心。We're very concerned anytime, anywhere in the world, media offices get closed, especially in conflict areas. The journalists are the eyes and ears of the world, and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do their job free from harassment or any other type of impediment. 以军是讲，半岛的拉马拉办公室会互人关起来，是因为用来支持恐怖分子的活动。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伊朗东部一笪炭坑传出甲烷爆炸，至少造成51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也佫有真侪人受困伫内底。伊朗的总统就随下令，要来调查事故的原因，嘛爱检讨改善安全的措施。当拖炭车转来到地面，来关心的工人发现，在毋是矿山，而是一具的遗体，大家拢真伤心。救援人员赶紧将伤者送病院急救。伊朗东部的南呼罗珊省塔巴斯一个私营的炭坑，拜六传出爆炸情形，当时至少大约有70名工人正伫炭坑内底工作。好运捡回来一条命的工人，想到当时的情形，伊原是感觉真恐怖。بعدش یک دفعه دیدیم نفسم و تنگ رفت. ما خود ما انداختم از حساب از کارگاه پایین به حساب دو تا سپاهی فقط دانستم خود ما برسونم به جایی دیگه ولی خود رفیقام نه دیگه. 这个意外造成50多人死亡、20人受伤的惨叫，官方初步来证实事故起因是甲烷外泄引起爆炸所造成的。آتش سوزی یا تخریب نبوده بلکه انفجار گاز متان و به صورت خفگی به حساب ایجاد شده. 塔巴斯是伊朗涂炭上大的产地，产量占全国7%。意外发生了后，正准备要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伊朗总统随即对罹难者的家属表示哀悼之意，同时下令彻查事故的原因，并且检讨这个安全的缺失。بررسی علل و عوامل منتهی به وقوع حادثه، شناسایی مقصران و نیز اینکه آیا جهات ایمنی و تجهیزات لازم برای کار در معدن فراهم بوده برای کارگران در دستور کار و بررسی دستگاه قضایی قرار گرفت. 出代志的炭坑内底，军团出要24人掉伫内底，不过炭坑内底高原味也是真重，要搜救行动特别困难。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来关心美国的总统大选，根据媒体上新的民调显示，民主党的贺锦丽比对手，也就是共和党的 Trump 较赢5%。针对目前民主党较弱的经济议题，贺锦丽嘛要阁宣布新的经济计划，希望会当来争取到摇摆州的选票，而且还阁邀请 Trump 阁再来进行辩论。不过 Trump 若是拒绝要阁辩论，而且阁讲即届若是选无调，就袂阁再来选总统。 随即个11月初5，美国总统大选即要到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礼拜公布一项民调，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以49%支持度超过竞争对手共和党川普500分点。其中甲7个调查比较，只有32%的受访者予贺锦丽正面评价，均数率已经升悬到48%，显示对于接替拜登竞选以来，选民会更加做认可。也若这调查结果也甲最近其他全国民调因讲拢是差不多。 尽管安尼，安怎来处理美国即阵的经济甲通货膨胀问题？川普依然有伊的优势。顶礼拜，美国联储会降息第2天，总统拜登就公开宣扬民主党政府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果来纠结选情。贺锦丽也伫即礼拜来公布上新的经济计划详细情形。I've named it an opportunity economy, which really, in short form, is about what we can do more to invest in the aspirations, the ambitions, and the dream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有2/3的美国选民甲生活成本看作是即摆大选上界重要议题。好整理的经济政策是幅度吸引少数无确定的州，将会是即摆大选制胜的关键。也趁这个势向川普来提出挑战，邀请第2摆电视的辩论，不过川普却是直接来拒绝。The problem with another debate is that it's just too late. Voting has already started, but now she wants to do a debate right before the election with CNN because she's losing badly. 现年78岁，川普也讲到，若即摆大选失败，伊袂阁再竞选美国总统啊。随上最近民调显示，甲59岁好经历来比较，真侪选民也积极，川普年岁已经真悬啊。而这劣势也是几个月前川普用来攻击前对手拜登的步数。公视新闻梁万平译。英国这几冬来，少年辈举刀啊、举武器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敢若伦敦逐个月就大约1栋的刀啊，互警方收走。即马就一个慈善机构或者钢铁勇士，将即款互人没收的刀啊、金属样掉，搁再打造出健身公园，希望少年人来做运动，唔通做歹。差不多的运动器材区有真侪民众在咧运动，这器材一看一下，甲其他器材无差别，也毋过实际上这器材真心算是危险的道具。英国最近几冬少年族群持有道具武器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官方数据显示，敢若是伫伦敦，摕刀来犯罪案件为2022年的12786件，增加到这2冬的超过15000件。警方用集齐拿检的方式，逐个月拢会当没收大约1栋的危险道具，而没收的道具拢交互慈善机构钢铁勇士来处理。And we wanted to see if we could take that steel and use it to help young people feel more protected and safe walking the streets, give them a new sense of community and able to channel that energy in a positive way. 这武器道具，特别是为电影发展的枪械刀，大部分拢是10岁到17岁青少年持有的。和英国要为20时开始实施已经立法通过的新法案，禁止民众制造、销售、持有枪械刀甲其他危险道具。若无相关，会处适当有期徒刑。钢铁勇士机构为2017年开始，嘛甲警方没收的道具重新打造做社区的运动器材，提供无法度负担健身房费用的少年族群来使用。伫观察到民众确实用这器材了后，再用同款的方式发展到其他社区。暂时伦敦已经有4个社区拢有同款的社区健身公园。But we'd really like to scale across the UK, and we've even talked about potentially going global to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rying to remain pretty focused for now and try to make a difference nationally. 钢铁勇士毋望借做当引导少年人迈开刀啊犯罪，而这做法嘛得到英国有名木星选手约书亚支持，还有制片公司派拉蒙影业的经费援助。公司新闻是唐平玉。来看中国，那网络的短影片，即马微短剧嘛是真时行，一集干那5分钟到10分钟，符合即马观众休闲时间较散、注意力较低的需求。不过，这个微短剧有的内容伤过含糊，有的伤过暴力，引发争议。中国政府即马嘛加强管制。根本就是个没天没妈的野种。伫河南地州一间豪华酒店内底，剧组正伫对一出微短剧进行彩排。这集讲到一场有生日的宴会，因为贵重的物件互偷摕去，陷入混乱。最后又搬这个一家之主的阿公出面才平息。近2-3年来，伫中国崛起的微短剧以真短来出名，每集会使得到5分钟到10分钟，甚至一集1分钟。长剧是一种丰盛的大餐，短剧它就是快餐。就亲像抖音顶面有各种的短片同款，这种微短剧也伫抖音、快手这短影音平台来播出，专门予时间无多、注意力短暂的观众来看。现年69岁中国资深演员朱建讲，微短剧隔几秒就反转，每一摆到要结束时，拢会留一个尾，常常予观众更加想要看落去，继续付钱订看。就是在你看到正有劲儿、正吸引你的时候，哎，就你欲罢不能的时候，停了。充钱，它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来生存的吧。由这个微短剧成本无悬，每一部作品大约伫30万到100万块人民币中间，117天就使拍完啦。伫成功吸引观众了后，有愈来愈多影剧人士来参与。不过有一寡伤过奇怪、含糊，也是暴力血腥的剧情，也常常引发争议。中国当局已经伫今年6月推出新规来管制，首先爱予各级单位审批核准才准上线。6月1号，就今年的6月1号，这个短剧新规之前，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他这个故事情节特别夸张，特别无厘头、没道理的什么。你比如说，昨天还是个乞丐的，今天突然就变成个亿万富翁了，给人一种虚幻的那种梦。美体剧伫中国正伫发展，吸引真侪中老年的劳工甲退休的族群伫看。今年有计市场规模超过500亿人民票，超过大票2100亿。只有原本伫退休状态资金有接备完的生理来说，将来美体剧毋来伫中国继续来成长，也正计划要来进军国际市场。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澳洲有一个非营利组织，逐工拢会提供免钱的早顿甲中昼顿来照顾较弱势学生。因也发现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今年需要免钱早顿甲中昼顿的学生比去年较加3成。澳洲非营利组织的志工甲食材包括鸡卵、面包，还有牛奶一箱一箱搬上卡车，因要送去南澳阿德雷德的每一个学校，为学生囡仔做免费的早顿甲中昼顿。澳洲因为高通货膨胀的关系，支出物价一直起，直接影响到一寡弱势家庭的生活。非营利组织 Kids Star for Kids 做这种的工作已经真侪年，因观察到今年的需求比去年增加3成。Especially single parents,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m, and it's not good to be in a country like this. 伫个灶骹志工爱分工合作，有人煎法国式的熟胖，甲熟胖煎甲外口酥酥，内底软软；还有人爱负责烘熟胖，也是抹水果酱。Kids Star for Kids 每礼拜爱为阿德雷德360间学校提供6万份早顿。I can last a long time feeling happy and not worrying about anything, because when I come into the breakfast club, all my worries go away. It does help families a lot. You know, it's today, like at the moment, the cost of living is really high, so it's really good they're helping a lot, the kids and the families too. Kids Star for Kids 的创办人讲，为学生囡仔做早顿甲中昼顿的想法，是因为细汉时家境散赤，看到伊的妈妈定定为了食食伫烦恼，所以决定大汉了后要帮助有需要的弱势家庭。公视新闻新乐部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